荔枝點樣去防治帝字蟲？呢幾日咧都有好多粉絲朋友問，平時都經常講嘅，你哋都冇認真去睇視頻。呢個視頻再同大家講下適合所有荔枝品種嘅防蟲同埋葉面追肥。先講下帝字蟲用乜嘢藥去防治，你可以點關注點收藏視頻，以後想用啦就可以隨時揾到。荔枝喺我哋打第2次補果之後，就要老老實實去防蟲啦。每隔7、8天都要防帝字蟲，防菌呢就可以隔2期或者隔3期再去防菌。到時要睇天氣嘅，冇係千篇一律嘅吓。如果落雨多啦，咁你就打多啲殺菌藥；如果天氣好啦，就可以隔1期啦、2期啦再去打殺菌。咁點樣去防治帝字蟲呢？可以用濾吸加速殺、殺卵加速殺嘅，要能源交替咁去使用。比如你今次用6清曲脂加塞滿油，下次就要用鉻衛6重本加比丙醚，或者鉻衛蟲滿埕加除蟲油。殺菌咧可以用比助迷菌脂或者白肽都可以。葉面追肥就用壯果郎。而今同大家分享一個果期全營養嘅葉面肥，你可以點收藏視頻或者以後都有用。就係我哋噴完第2次補果之後，果有綠豆咁大啦，好似呢啲咁大，呢啲果咁大，就可以喺防蟲防菌嘅時候加上壯果郎一齊大水量咁去噴。期間咧又冇需要再加咩葉面肥，直接噴到我哋嘅荔枝紅頭。壯果郎一包500克對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噴完2次補果之後，每隔7、8天都要防蟲嘅。防蟲嘅時候，我哋就用壯果郎加防蟲一齊去噴，一直噴到荔枝紅頭。想要防好帝字蟲，咁就要8天左右噴1次防蟲，冇得偷懶嘅喎。未備好壯果郎嘅朋友，就要揸緊時間備好。快遞呢係需要3、5天時間嘅。溫馨提示啊，好多人用紅橙哥嘅視頻啦、聲音啦去帶貨，記住要認準紅橙哥嘅號，認準包裝，注意冇買錯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